但实际上如来的教法与正法从未毁灭，就是从这个中间呢，就是有很多衰退跟兴盛，但是也是真正的如来的教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毁灭啊，从来没有毁灭，就这个意思。所以西藏是佛法兴盛的中途啊。那么这个方面，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根的圆满的部分。那根的圆满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啊呀，好，这个好，我们就这个继续讲一下啊。如果五根中任何一根不具足，都不能成为出家持戒的法器，并且因为无有亲见、恭敬对境所依如来的身相等，或者阅读、听闻、思维的对境经典如意宝的缘分，所以不能看为真实的法器。好，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比如说出家守戒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任何一个持戒跟守戒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守戒的时候，能够可以真正的得到这种戒律跟戒体的话，守戒者必须得意识清楚，意识清楚的情况下，能够可以得到戒体。如果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今天一个疯子、精神不正常的人，一点这种记忆都没有的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在此时此刻做什么，连这种的那种意识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给他戒，他不会得到这个戒体。戒体是什么？守戒的时候会有一个戒体，就是要得到这个戒体，才是真正的这个守戒。所以有些人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和模糊的情况下，跪在上师的前面受皈依戒的话，不会得到真实的戒体。所以持戒是有这些的要求。所以呢，就意识不清楚的人，那么不会成为真正的这个守戒的这个法器啊，这个意思。哎呀。接下来呢，我们讲那个娱乐圆满。娱乐圆满，所谓的业绩颠倒，娱乐圆满的部分啊，现在讲的就是所谓的业绩颠倒是指身为猎人，身为猎人就是打猎的人。那么这个方面讲的就是那个业绩颠倒的部分，我们讲娱乐圆满的部分。然后猎人还有妓女等种姓，从小就趋入了业绩颠倒之道，但实际上三门所做的违背正法的行为，也都属于业绩颠倒。所以比如说前面所讲的就是经常打猎的，像比如说在这个台湾这些地方来说的话，就是从爷爷奶奶时代就是开始捕鱼，然后就是以捕鱼跟杀生为生的这些，那么在这个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下去的这些人，那么就是当然就是业绩颠倒的人，或者是妓女啊，这些就是不太如法的这些行为者都是这样，而且是等一下行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所讲的这个如法的这个行为方面颠倒的这些，它既不是那种猎人，也并不是妓女等这样的人，但是呢，他自己的一切行为，相当于就是你身在那个总统部里面的人，那当然就是跟前面的这两个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但是你的一切行为与正法相反的情况下，那也不是什么怎么说呢，正派的，就是业绩颠倒的人。所以即使起初没有生于这样的种性，但未来也很容易变为业绩颠倒之人，因此必须精勤时
自相续，不违背正法。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所谓的我们就是佛教徒。佛教徒里面会不会出现业绩颠倒的人，这也很不好说的。所以现在虽然自己是一个很如法的人，皈依三宝的修持佛法的一个佛教徒，无论你是汉传佛教的也好，无论你是藏传佛教的也好，都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修行人，很如法的一个修行人，那你有一天会不会变成业绩颠倒之人？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也是会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就根据环境，有的时候根据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人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变化。人就是平常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变化的人，改变了一个环境就变成一个好的人，或者变成一个不好的人，都有可能的。人的本身的自己的定心就是很脆弱的。那么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平常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得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生病，就是说没有办法治疗，或者你会马上死，那就是有一种变化或者是一个人平常都是好好的人，他就是马上突然就升官发财，那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都有的。那么这种变化是不是完全都是变坏，也不是完全都是变好，两种变化都是会存在的，会产生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就是要有一座大山一样的很稳定的一个行为感，要坚持那么就是任何一个变化都是不会动摇的一个信心，这是必须得要坚持的话，那么才不会变成业绩颠倒。所谓的业绩颠倒是本来是对佛法很有信心的，但是各种因素到最后失去信心了。本来是很如法的人，但各种因素就变成没有信心的。那么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不好的。有些人当初是学佛的、信佛的，据说自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但是后来呢，就是对佛法失去信心，甚至就是怎么说呢，对佛法产生了邪见就是给很多人说所谓的佛法我也曾经学过，这不是什么好的教法，这就是一个魔法。这样的人是会出现的，历史上也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少数。但必须得要注意自己不能变成这样的一个邪见者那么这种来说到业绩颠倒那么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甚至就是作为就是修持戒律比丘者的，那么宣讲佛法的一个大堪布来说的话，就是佛教大师。那么后来变成成家生子，然后就是一切行为都是必须得要按照那个时间的这种教法来行持的，这种也是并不是说对佛法产生了邪见之心，但是他的因缘就是变成这种，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怎么说呢照顾家庭的一个人的话，也是就是业绩颠倒，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如理如法的修持，所以就是相同业绩颠倒。所以这些很多方面，就是总的来说，我们既然已经接触了佛法，这个必须得要维护能够可以如法的修持坚持，这是我们必须得要维护的。那么比如说两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朋友之间有一种感情，那么你就像要持续那个好的感情的话，这必须得要维护，对吧？不维护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没有这种感情了。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你现在对佛法有一个很好的信心，那么这个必须得要自己去努力的去维护。维护的方式是什么？那么在佛陀给我们很多方式，就六度般若蜜，从那个密乘里面来说到就是净观心，然后从这个里面所讲的话就是那个三昧难得的珍贵心，然后就是解脱的利益、因果的道理等等，这一切都是给我们讲的就是
维护、坚持对佛法的信心跟对解脱的这个重视心，我们必须得要维持到生生世世。这些方法都是佛陀给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佛法必须得要从一开始要学习啊，我们闻思修3个过程当中，听闻佛法、学习佛法、思维佛法都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是这样，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有信心马上修就马上成佛。当然这是很好的，马上修马上成佛，你就只修一个法嘛，能够可以成佛是非常肯定的，可以做得到。但是这个中间还是一个怎么说呢，蛮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会很容易变化。人的信心是不是那么坚定的，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中间就一旦有变化的时候呢，要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跟知识维护的话，你没有经过闻思2个的过程的话，你就缺少了很多方法，所以呢很容易被摧坏。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的情况下，你的信心会动摇，会变化。所以那个时候用什么一个方式来把你这个怎么说呢，要重新改回来，然后就是让你正道上继续，那个时候就缺少了方法。所以就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怎么说呢，足够的方法是什么？佛法要学习，要听课，要闻思。哎呀，我们刚刚讲到哪里？讲到一个圆满的那个必须精进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信心圆满的部分。如果对信心的对经佛法不起信心，而对其他世间大理天龙等或外道教派无论升起怎样的信心，也不能从轮回和恶趣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真实了知如来的教法和正法的道理，并因此升起坚定不移的正心者，才是真正无妙的法器，此为5种自圆满的根本。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我们皈依的时候有都说，那么除了皈依佛法以外，那么就不需要皈依任何其他外道的，这些道理都是这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里面我今天也说讲，其他的宗教跟佛教，从总的来说的话，就不能说哪一个是最好，哪一个是不好。但是从我们要解脱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真正的获得究竟的解脱的话，只有它的理论跟根本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那么佛陀所证悟的就是究竟的证悟，所以就除了究竟的证悟以外，其他的这种短暂的利益是所有的宗教都有的。但是我们不是追求短暂的利益，我们追求的就是究竟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前面讲到就是5种自圆满的部分，就今天就到此我们就圆满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下礼拜6的话，那就是从第5种他圆满开始讲。所以接下来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话今天还有一些时间，今天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就，但是也问几个，没有办法问太多。先等一下啊。好。
刘文倩，因为刚才您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那个长寿天及无想天，那您曾经有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有人证得阿罗汉果，他可能在1000年或2000年都在禅定的状况下，然后佛陀会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对对对，长寿天跟无想天不是阿罗汉。好的。对，好，这两者是不同的，但是对。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荣切在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所依圆满的时候，就有讲到，就是天人虽然身体极为善妙，但是不能成为具象别解脱界的法器。荣切是否能对这个什么叫做具象这个很简单，因为那个天人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根本就不感到任何一点点对轮回的这种出离心。所以就没有出离心的情况下，不会有想要守戒、持戒、修行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很简单。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戒怎么说呢？戒律，而没有办法修持的机会，就是这个意思。对，具象别解脱戒，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出离心。对，没有办法出离心，所以就没有办法守持戒律。因为太快乐的环境，所以没有办法。对。如班智达可不可以？就这个是这样形容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为了你们能可以听得懂的方式，就从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句子给你们讲：一个人喝醉了，完全什么都不懂的，他就没有任何的明天要做什么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想法嘛，对不对？在这个正在喝醉得很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意识，就可以差不多这样比较。但当然就是在这个骗人的这种过程是不能一个喝醉的一样人去看，但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程度是就这样的，没有想法的程度就这样的。班智达师父可不可以解释？班智达就是学者。学者。无所不懂的一个学者叫班智达。那就是高深大德。它是一种尊号。那跟高深大德的意思呢？高深大德是具有成就的，证悟了成就的。或者是传说中的这个相当就是在那个转世灵通。都可以叫高深大德。高深就是这样，大德就是你得到了这种正法的这个成就者。请仁波切帮我开示一下，就是外道的定义，还有什么情况都视为外道？还有请仁波切帮我们举例说。好，外道是这样的，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一个名词中，外道跟内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内是什么？内，户内的意思，外就是户外的。就像比如说这个屋子的里面就是叫内，这个屋子的后面就是外，所以这样先就是有里外两个来分别。所谓的内道，我们所谓的佛教徒所讲的内道就是佛教徒。外道就是非佛教徒，就是外道，就这样的区别。所以这两个的分别是用什么分别？有皈依三宝者就是内道，佛教徒；没有皈依三宝者就是外道。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宗教来说的，就像皈依一样的形式跟仪式是有，那他们也许可以说我们也皈依，但是他们有皈依，但是皈依的对境不一样。我们皈依的对境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深重，这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宝。那么三宝它有三宝的这个更怎么说呢？更怎么说呢？更殊胜的解释。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只是讲个三宝的这个怎么说呢？大概的它的名词的话就是佛，就是佛宝，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是法宝，修持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的深重就是深宝。那么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深重是谁？一切菩萨
都是身宝，一切佛就是法宝。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教法就是法宝，一切佛就是佛宝，就这样的三宝。没有皈依这三个的话，就是不是佛教徒。那相当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有祷告嘛，对不对？那好像他们的祷告也是应该是进入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做一个祷告，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也不懂，那应该好像是这样。但是这个我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皈依的对境就是三宝，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都是不是内道，不是佛教徒，所以就是歪道跟佛道的分别就是这样的。请问觉得仁波切就是地狱的众生呢？地狱三恶趣地狱的众生，他真的无法再起一丝一毫，就是意念这个佛的正性，没有办法再一个念头出来吗？对，因为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他呢，就是一个地狱中的众生，从地狱当中能解脱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但是有些众生呢，就是从地狱里面就是耗尽了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这些业力，以后解脱的时候呢，那可能转生到就是比地狱好一点的，这样一点一点上来。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很殊胜的一个因缘。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对，还有呢，就是有过去的一些善的因缘，因为他过去的恶缘全部都穷尽了以后，就善的因缘的传承，他就是投身到就是更好的，就相当于就是人间或者是这些那么除此之外，在整个在地狱的过程当中呢，就没有任何可以修持佛法的，想要修持佛法的想法的空间都没有，一点点空间都没有，而且也是想不起来任何善的这种方面的一个发愿。如果是能想得出来的话，不需要待在地狱当中。就像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为一切众生发心的，就是在地狱中发心的。一旦发心了，他就马上就解脱了地狱的痛苦。就像这样的故事，对，所以师父，您的意思是说，他说没有一念那个，就是他念头生不起来，要等到行期满的时候，有一个善业想出来才有办法。可以这么讲，对，可以这样认为。好。仁波切，那就是仁波切有讲到，就是我们会有正见或邪见，还有这个业绩颠倒。那其实，在人道的时候，其实是互相会交错。就有时候突然会有邪见，会有正见，或是他的因缘会有一些业绩颠倒。那如果假设在交替的过程中，就是发现了自己可能会有些曾经有些邪见或什么，那这些是不是可以透过忏悔、行善业、供灯、放生这种来做一些？对，这个好，是这样的，没有错。因为人生呢，就是既然就是尤其是下面人生是非常殊胜，但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就会具有这些下面人生以后还要会有怎么说呢？那个16种变化，16种因素就是变化成为我们本身就是具有今天所讲的18种的条件，但是也是有16种因素，就是随时随地让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就怎么说呢？失去下面人生的因素，所以这些是后面讲的，因为这些都是说人生的变化特别多，然后人的这种坚定性是非常脆弱，所以我们要修行难在哪里？坚定要难。所以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以后任何一个意愿都不要动摇我的内心，就这样的一个坚持性跟坚定性。对这个佛法的这种邪见也好，
对金刚师兄们之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有的没有的，就是看法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要坚持的对境这些都没有办法坚持的情况下，我们的修持是不会圆满、不会成功的。所以这一切都是靠自己。佛陀所讲的就是无畏宣说解脱之方便。那么他给我们讲了所有的解脱的方法，但是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所以这个当知解脱，解脱是很殊胜，知道了解脱，但是解脱的方法也是给我们了，佛陀已经教给我们了一切的这个佛陀解脱的方法。但是解脱能不能够真正的顺利解脱，这是完全依靠自己。依靠什么呢？依靠自己的坚定性。知道要解脱以后，不要动摇，不能实践的任何一个事情就动摇自己的内心的信心。因为我们做一件实践的，去养活自己的一个小生意也好，或者是这个大事业企业也好，都是实践的利益。但是想做一点点这样的事情，都是有多少的障碍。那我们就是今天修持佛法是超过这些实践的一切利益，我们就是会得到生生世世的究竟的利益者，就是修持佛法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所以这些障碍度我们必须得要对付必须得要从这些障碍中我们要走出去，走到最后成功的位置。所以这就是要非常坚定的信心才可以。好对，同样的就是过去有这些的自己有一些邪见之心等等一些不如法的行为的话，这认出来以后必须得要忏悔。忏悔是可以消除一切罪过的，就像弥勒里巴尊者的故事一样，或者是过去有的佛陀的时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佛陀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过去造业造严重的罪的，最后就是忏悔修持得到这种解脱的特别多的故事。就相对这些来看，那么我们自己也是所造的一切业力是今生忏悔的情况下可以能够忏悔，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懂这个，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很重要，不然就是我已经过去什么时候就已经是怎样了，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用，这个是不对的，这就是非常愚痴的想法。我已经过去怎样不如法，所以一定要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的要努力去修持，我必须得要达到清净消除一切业障，这是对的。所以师父那个就是要从起心动念去做起嘛。对。那起心动念，您可以白话的。三殊胜。好。谢谢您谦。好，那有吗？没有的话，今天就我们这样。我们今天所讲的法说讲法品法及一切善的因缘都并在一起，还有自己与他人所造的一切善的因缘都并在一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早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国。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要特别回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新冠病源是吧？那个名字也不会说的那种痛苦的这些病患早日获得解脱。那么这个病早日远离我们人类世界，就这样的回向。若能都有堂前谁个就托你不着那方学进学个难学个难处，是本错连着跟着外学，将把个就自然先把当跟的让不这样这样的这啦跟着意思他，有的堂前让的都是没学佛教当前经过刚篮球的我把提到给我这完的
容不有些让的我爱家。谢谢大家。自本作人着康着我。